所以我今天一定要給他一個非常大的 surprise。好了，來個熱烈的擁抱，好不好？太帥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能耽誤太久，因為還有更多的單身女性需要我的陪伴，需要我的愛撫，所以不能久留了。珊珊姐，這裡交給你，好嗎？好的，拜拜。拜拜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的道具還給我。太专業了！行了，別看了。我的戒指，那只是一個玩笑而已，你想太多。走吧。今天我要給大家介紹一個新朋友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也是我的大學同學，剛從英國回來，他叫冬眠。嗨，今天我們要好好給他普及普及什麼叫城市走婚，到底什麼啊？城市走婚呢，就是必須要通過6關才能夠談婚論嫁。原來你们還要闖關？對呀，第1關就是求婚啊！求婚要求要有個性、有誠意，還要有創意。第2關隔離式交往，就是說一定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間。最重要的就是結婚前不能同房。還有第3關就是一定要通過不花心、不濫情的測試。第4關就是至少要有一項技能要比自己厲害。是纯爺们儿就得食量比我大。对，光会吃可不行，那方面得比我行。那方面行還不夠，最重要的是錢比咱得掙得多得多。還有第5關，想結婚的男人必須要為我們做一件瘋狂的事兒，比如說帶我去土耳其，乘熱氣球，在最高處，和我接吻。帶我去馬耳他結婚，結了婚他就甭想離婚。對，要離婚就弄死他。哎，李社长，那你呢？我一定要让这個男人允許我給他懷抱落地素描。來，大偉哥，別這麼着火。這杯酒呢，我敬你，因為我要感謝你，感謝你對我曾經的栽培，感謝你曾經在眾人面前凌辱我，感謝你曾經把我掃地出門。沒有你這麼做，我哪會有今天？